一边打上整颗鸡蛋，一边倒入面糊，这是经典的原味鸡蛋烧做法。不过，在台南永康的兔子高帽鸡蛋烧，除了加入整块 Oreo、芋泥等口味，还有着特殊创意口味榨菜豆干。我们会到处去吃别人家的，然后再自己创新研发。对，然后像榨菜豆干，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口味。从加饭加面，然后现在加到鸡蛋糕。古早味榨菜刷脆又好吃，评价最高。咸口味的鸡蛋，会爆馅拉丝的起司，以及甜口的卡士达和黑糖麻糬也是大受欢迎。尤其面糊原料是使用纯牛奶不加水，加上减糖比例，让美食网红梅森大力推荐。这个从内馅到这个外面的这个鸡蛋糕蛋糕体啊，都是这个老板娘自己做的，非常好吃，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将近5年了吧。然后他们有咸有甜，然后它也有就是一半是淡的，一半是鸡蛋糕的这种口味，反正口味很多种。然后里面还有卖咖啡，所以就是很适合当什么下午茶。店家更坚持现点现做，给客人品尝到最好吃的鸡蛋烧。下午茶时间一到，还能再来杯咖啡，沾上鸡蛋烧一起吃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记者宋怀谈的报道。